今日主办2022无限影展，用手机即时文字加口述影像的方式，互身心障碍者的朋友会当做伙看电影、听电影。其中上届闻名的电影《月光飞翔》的男主角黄汝翔也来到现场，表演家己为电影所制作的配角。在没有光的世界里，踏出的每一步都需要很大的勇气。 甲目睭掩起来，用耳孔听电影，会有啥物款的感受？台北市劳动力中建运用处主办2022无限影展，用手语、即时的字幕加口述影像的方式，互民众会当体验身心障碍朋友欣赏电影的过程。所以今天办这个活动，它价值是非常高的。这个价值在于我们大家肯定、认同、接纳、理解身障朋友他们的需要。 电影《月光飞翔》是一部真实的故事，记录有视力障碍的黄汝翔安怎用10支镜头啊，伫黑暗的世界内底，弹出一首搁一首迷人的乐曲。主办单位今年推出口述影像的版本，希望会当互更较侪身心障碍的朋友同齐来欣赏。因为但一部电影有这个口述影像呢，可以也许比有时候家人朋友跟你描述的还要更清楚，就是尤其在一些没有对白啦、没有台词，只有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这些细节能够透过口述影像可以知道得更清楚。2022无限影展，伫10月初7到初9有实体播送的电影场。因应疫情，今年嘛增加线顶的播出时间，10月初10到23，互民众伫厝里就看会到。记者麦松营曾派文台北报道。